今年的总统大选，哪另两党的参选人拢已经确定。上新的民调，韩国瑜的支持度赢蔡英文10个百分点，嘛赢郭文摕甲郭台铭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有50%的选民无支持韩国瑜或者是郭文摕大一参选。有超过46%的民众认为，韩国瑜甲郭文摕若要选总统，应该就要甲市长来甲撕掉。这嘛显示讲，民众对大一参选的公平正义的问题非常的重视。到底是啥个要选，三卡都也是4强之争嘞。上新的民调显示，韩国瑜以32.3%的支持度赢过蔡英文的10%，郭台铭甲郭文摕分别是伫第3甲第4。被访问韩学者的文化大学教授欧友伟认为讲，韩国瑜一路行来，就靠着两个新主牌啊发挥吸票的功能。韩国瑜事实上，他推出了2个产品。第一个产品我把它叫做苦民所苦庶民牌，第二个叫做中华民国加油牌。不过，两位北区市长大一参选，敢会影响到支持度？根据民调结果，会当讲拢50%左右的民众无支持大一参选，嘛有将近50%的人认为应该爱先撕掉市长的职务。可以完全预测，他绝对不会辞职。他绝对不会辞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辞职，他原来支持他代职参选那些人可能就流失了。但是郭台铭伫国民党总统初选落败了后，总算伫面册公开上新的动向。伊甲太太还有厝内人伫日本旅游，当时伊嘛再次强调0岁到6岁国家市的主张，强调家己是中华民国上强外挂。若是郭台铭真正脱党参选，民调显示有53.5%民众无支持，民调结果反映部分现况，但是真正的战况，各方也伫扯拼，就等浮上台面的最后结果。